疫情指挥中心改善啊，不过即马咱的疫情敢哪亲像搁咧压。疾管署是公布最近一礼拜平均一天是新增加114个中重症，这是比进前拢伫100个以下有加出一成外。疾管署嘛估计讲5、6月啊有可能会搁小可流行。另外，长病毒病例数嘛加真济，若后礼拜开始有可能就会进入流行期，家长爱特别细致。疫情指挥中心再多改编新冠疫情又搁压起来。疾管署公布最近7天平均每一天新增加114个新冠本土中重症病例。最近3礼拜有较济，死亡平均每一天新增加12个，甲改编前同款。疾管署提醒，新冠疫情有慢慢升悬的趋势，5月甲6月会小可流行。这一波因为增加的不快哈，所以也不会太快结束。预估大概整个5月到6月底都有可能会持续的上升哈。那看是不是到7月初的时候，会有机会可以反转。那预防新冠长仔病毒嘛要进入流行期，顶礼拜新增加一个长仔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的病例，是东部1岁的查甫囡仔，经过检验了后确认感染伊科病毒21型，好佳在治好已经出院。疾管署提醒，今年国内长仔病毒是真侪型做伙来，虽然囡仔中感染的机会高，家长要提高警觉。多型别的流行，大概对于家长来讲比较常会遇到，就是说小朋友重复感染到不同肠病毒的型别，然后都出现肠病毒的症状哈。所以这一波里面，如果今年已经得过肠病毒的小朋友，也不要掉以轻心。另外，顶礼拜流感重症嘛增加13例，年纪17岁至80多岁，其中11例无注本季流感疫苗。但是教导组是新增加12例本土病例，累计国内教导组已经有64例，包括55例本土，9例境外。疾管署紧急增加各月2万罐教导组疫苗，差不多6万人份，一定5月中就会到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